大家好，又係我江東大霸王孫堅。咁今日係想介紹一本好書推介俾大家嘅。咁咧就係呢個由阿里阿爾納米寫嘅《油價決定者》。咁呢本咧係佢自己嘅自傳嚟嘅。佢咧就之前咧係前沙特阿美嘅總裁，又係國王欽點嘅油價部長，石油部長。咁咧佢自細咧就係一個貝恩特人嚟嘅。貝恩特人就係沙特阿拉伯入面咧一個牧養嗰啲羊群啊嘅民族嚟嘅。咁佢由9歲開始咧就做呢個喺入面做一啲派遞員啦，做一啲辦公室助理嘅工作。跟住之後咧就講佢點樣學習啊、教育啊。咁大家可以睇到書入面講咩啦。嗱，我就揭下個封面俾大家睇下。話佢9歲投入咗石油業啦，跟住咧就跟住就講佢點留美，然之後講遇上石油危機，跟住佢點樣去職場尋找轉機啦。跟住之後咧，因為佢去美國留學完之後咧，就講佢點樣翻到去沙特阿美嗰度咧，慢慢一步一步晉升成為咗佢嘅 CEO。跟住咧最後咧就講下第3部咧，佢咧就會講下佢點樣俾國王欽點佢成為油王嘅。我覺得呢本書咧就可以由沙特阿拉伯嘅人嘅觀點與角度去睇油價啦，同埋睇呢個世界啦。跟住咧又講到油價嘅歷史俾大家聽。但係咧，如果你係想完全去推測個油價，或者係想知道下輕原油同重原油嘅分別咧，嗰啲呢個部分咧就欠奉嘅。咁書入面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，有講作者好多佢同其他世界各地嘅人講點樣去做生意啦，有韓國啦、日本啦、菲律賓人啦、希臘人啦咁樣嘅。咁呢本都係一本幾值得一看嘅書嚟嘅。